咁啊，首先好恭喜先，係㗎。咁啊，我都想問一問咧，就完成咗27週嘅嗰個訓練之後咧，你依家心情如何啊？真係訓練雖然好辛苦，係我有好多檢討工作，而且有珍貴嘅實務工作體驗。另外又更加有信心咁準備將來嘅檢討工作，可以做到一個為香港服務嘅人嘅香港。好多謝你。咁啊，完成咗27週呢個訓練之後啦，你覺得自己最大嘅改變係點樣咧？首先係令我知道咗凡事都唔可以放棄啦，要全力以時刻都做好準備。就因為咁樣，我先可以。係啦，得獎亦都即係好犀利嘅，都恭喜你啦。咁啊，畢業之後啦，都想問一問你最期待係喺邊一方面嘅工作，邊一方面？我希望將來可以加入 CID， 因為我想可以親手 follow 成單 case，為受害者同埋受害者家屬帶嚟一個答案，親手為一個案件畫上一個完整嘅句號。好啊，咁都問埋最尾一個問題先啦，就係假如就嚟緊有朋友都想報學檢，你會唔會推介佢嚟我哋科專呢度去讀咧？會推介佢，因為咧 Master 咧會為我哋準備好多唔同嘅活動啦。除咗係會為我哋建立好基礎嘅檢務知識之外，仲會帶我哋參觀好多唔同嘅警察部門，令我哋了解更加多，更加明確自己將來出路。好，唔該晒。